慶回歸共創杯中國香港國際雜耍比賽花棍挑戰賽講解。今年花棍挑戰賽嘅招式係過腰，挑戰嘅係花棍過腰次數，限時30秒，以一入一出為之一次，左右不限。記住只計出入，所以你喺腰後打幾多次都只計一次過腰。如果中途失手，你唔可能拾起道具繼續比賽，要立即原地坐低，以免影響其他參賽者。以下係比賽模擬示範，先站立同埋雙手交叉放喺胸前準備，等候指示。